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Angel，我係2017至2019年 TGC Tauranga Girls College 嘅舊生。喺紐西蘭畢業之後，我就去咗英國度升學，就修讀法律系。然後依家咧就已經翻咗嚟香港喺 law firm 裏邊做咗大概年半嘅嘢。我會揀喺紐西蘭讀書係因為當時候啦，我前面係有幾個 option，有英國嘅 option 啦，紐西蘭 option 亦都有澳洲嘅。但係我自己認為英國我就唔係咁想去啦。咁啱當初有個同學咧就揀咗去紐西蘭讀書，所以我就同佢傾啦。傾完之後，我發現紐西蘭係都一個唔錯嘅 option 啦，咁亦都風景係超級靚啦，啲人又比較 nice 啦，咁所以最後我就覺得我揀紐西蘭呢個地方，我喺嗰邊應該會好開心，亦都可以學好英文嘅。雖然已經過咗去5至6年左右啦，但係其實好多經歷咧，對於我嚟講都係比較難忘嘅。咁但係如果我要揀一個嘅話咧，我會話係當時代表 cross country team 去出戰 national 嘅比賽，因為嗰個 national 嘅比賽啦，我哋成條 team 係特登飛咗去南島 Christchurch 嗰邊去比賽嘅。咁嗰個係我第一次去第二度地方比賽啦，亦都係我第一次去參加紐西蘭當地比較大嘅一個中學生嘅比賽啦。咁所以係比較難忘嘅，更何況我係全場唯一一個 international student 去參賽啦。咁更加喺所有嘅未知底下咧，係有少少擔心，但係當比完賽第一刻，其實都同自己講，我覺得我自己做得好好啦，亦都係一個好寶貴嘅一次經驗嚟嘅。咁所以我會話呢個係我最難忘嘅一次經驗咯。我覺得喺紐西蘭嘅嗰段時間係成就咗依家嘅我，因為如果我冇去紐西蘭嘅話，我未必會咁 open to every opportunities 啦，未必會去主動去做好多嘢。嗰段時間係真係好好咁訓練咗我啦，令到我有個勇氣去第二個國家去讀大學啦，亦都令到我有個勇氣去嘗試一啲自己從來未試過嘅嘢嘅。咁所以我會話，如果我當初冇去到紐西蘭，我諗我都未必後尾會入讀法律系啦，亦都未必會去到英國，甚至係依家做呢一行嘅。我覺得我係十分推薦大家去考慮新西蘭留學嘅。我覺得新西蘭啊、紐西蘭啦，其實同其他國家好唔同啦。咁佢呢一邊，我覺得係可以做到 work-life balance，係我喺努力讀書嘅同時咧，亦都可以 weekend 係出去放鬆下啦。咁當地嘅人係真係好享受生活，但係唔代表佢哋係比較懶啦，或者係比較 hea。佢哋而係有一種好正確嘅享受生活嘅態度啦。我應該覺得紐西蘭呢個 homestay 嘅設計咧，係可以令到我快速咁樣嘅成長，所以我都會比較推薦。因為佢對起 boarding school 啦，你要面對嘅挑戰啦或者困難係會多咗嘅。咁但係我覺得就係因為有呢啲機會去嘗試啦，去面對，先可以令到我更加快去成長啦，令到我更加快去清楚自己需要嘅嘢。如果想了解更多新西蘭中學資訊，記得 follow 我哋啦。